撒母耳记上卷17章第1节到11节、19节到23节、32节到49节。第1节，非利士人组织军队要交战，因伫犹大的索戈一卡，伫索戈甲阿西加中间的以弗大敏接营。扫罗甲以色列人嘛组织伫以拉的山谷接营，排阵要对抗非利士人。非利士人甲以色列人分别伫两边的山排阵，中间有山谷隔开。有一个非利士勇士加特人歌利亚对营内行出来，以色列人挑战。伊悬3公尺较低，头壳戴铜的头盔，身躯穿有蓝的战甲，战甲重57公斤。大腿用铜的甲保护，颈头派一支铜的枪，枪的柄亲像织布机的车身遐粗，干焦枪的头的铁就有7公斤重。伊的头前有一个人甲伊举盾牌，伊徛咧对以色列军队喊讲：恁排阵要创啥？我是非利士的勇士，恁是扫罗的部下，恁拣一个人落来遮。伊若有才调甲我斗输赢，佮甲我杀死，阮就做恁的奴才；伊若互我杀死，恁就做阮的奴才，服侍阮。迄个非利士人佮讲：今仔日我对以色列军队呛声，好胆派一个甲我拼生死。扫罗甲以色列军兵听到非利士人这的话，拢真软真惊。19节，扫罗甲恁3个兄哥以及以色列众人伫以拉的山谷甲非利士人伫交战。第2日透早，大卫将羊群交予别人顾，就照亚西的吩咐，带食物去到军营。迄时军队拄出去战场，喊声要交战。以色列人甲非利士人拢排阵相对。大卫甘物件交代固守的人，就走去战场，甲伊的兄哥请安。伊甲民讲话的时，看到迄个非利士的勇士加特人歌利亚对营内出来，甲以色列人讲共款的话，大卫拢有听到。32节，大卫甲扫罗讲：咱毋免惊迄个非利士人，请你互你的奴仆去甲伊决斗。扫罗对大卫讲：你无法度甲即个非利士人决斗，你要招会，毋过伊对少年就做战士。大卫甲扫罗讲：我甲阮老爸顾羊的时，有狮也是熊来甲羊仔，我就甲入甲拍，将羊仔对因的喙揪出来。狮也是熊若要甲我，我就将因的喙手甲伊拍死。我捌拍死狮甲熊，即个无受割礼的非利士人，我嘛要安尼甲拍死，因为伊藐视永活上帝的军队。大卫阁讲：上主有救我脱离狮甲熊的爪，伊嘛会救我脱离即个非利士人的手。扫罗甲大卫讲：你去，上主甲你同在。扫罗就由家己的军服互大卫穿，用铜的头盔互伊戴，佮互伊穿战甲。大卫甲倒下咧，因为伊无惯势穿遮个，就试车看觅咧，然后甲扫罗讲：穿遮个我行袂去，因为袂惯势。大卫就拢躺落起来。大卫手举管仔，去溪边捡5粒光骨的石头，放伫伊顾羊伫用的地仔，手提线索，然后行换迄个非利士人。上时，迄个非利士人嘛行换大卫，举盾牌的兵行伫头前。迄个非利士人看到大卫，就看紧伊，因为伊少年翁个赤翅，生做英俊。迄个非利士人对大卫讲：我检视到，你举管仔要创啥？
非利士人就指家己的神明咒诅大卫。迄个非利士人佮甲大卫讲：来，我要用你的肉饲鸟仔甲野兽。大卫对迄个非利士人讲：你是举刀、举长枪、短枪来攻击我，我是奉上主万军的统帅的名，就是你所藐视以色列军队的上帝来攻击你。今仔日上主要将你交伫我的手，我要甲你杀死，甲你斩头。今仔日我要用非利士军兵的身尸饲鸟仔甲野兽，互全世界的人拢知以色列有上帝，佮互所有聚集伫遮的人拢知，上主互人得胜，毋是用刀，毋是用枪，交战的胜败，上主得决定。伊要将恁交伫阮的手。歌利亚行进前要攻击大卫，大卫赶紧走正前去迎战。大卫对袋仔内摕一粒石头出来，用线索线去，钉着歌利亚的头壳，石头撞入头壳，伊就倒落去，面趴伫地里。